行动餐车到位，锅仔炉仔一开，当场煮食，一碗一碗烧烫烫的糜，成为丹那市受灾户这几天来上温暖的一顿。老好暗时丹那市风台造成台南溪北地区灾情严重，到达游玩有袂少人的家园也未复原，因此有一侪人自发性煮食予灾民。规个足侪人喺厝尾顶拢保伊，拢无电有诶嘛无物资诶，拢一寡独居老人，所以阮就是接家己员工朋友，搁一寡粉丝拢来现场斗3工。因为我过去我也是88风灾的受灾户，我们那时候也受到很多善心团体的帮助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啦，来帮忙社会，回馈社会。我想在桃园来啊，对啊，桃园没风没雨，对吧？所以要来帮。愈偏向愈要帮助，团队志工有对台中桃园转来台南的，伫短短3天内底，就走超过8位所在，落雨、大埔棚煮了大约800份食物，互当地居民排队领取，互人看了相当感动。拢无电，我第3天水较无含水，含政府的拢无法度。啊，所以这团队有甲你，这爱心的，拢大家拢互相，拢大家爱心互相帮忙啊。啊，所以煮现场互恁食就对啊。拢感谢大家安尼啦。啊，感觉心情安怎？大家都欢喜啊，有大家这爱心的帮助，有通食，有食烧的就足欢喜。对，感谢。啊，佫有安平冰店头家对丰台甲开始宣布休困，无做生意，去卖场买大批物资，前往灾区分送，也佫加入餐车团队做伙帮忙送暖做爱心，希望灾民会当食一顿饱，才有气力继续恢复家园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